重点啥这这种把俺干嘛这种的啊？还有啥这问题哦？就是解压锅了，解压锅的话，这苏萨送的话，就是在这方面不去了。哦，就是空档的话，大的话就是不去了。空档多久来的？哦，解压高的话就是，还有下去空档那边大的话就是不去了哦，下。哦，刹车不会了，刹车不会的话，就是这，就是离我就别说了。第一次我们开的时候，它是重的很哦，一旦打的话就是路上坐的话，就一旦打的话就是踩离我就踩，二旦打的话就车子吐了，不去了，空顶了，再然后打的话，用二旦打的话，再慢慢走的话就。人家都热得很哟，热的，还是我这个。苏萨肯定是苏萨个问题嘛，啥子问题不知道，啥子有问题嘛，啥子原版、中版这些都拿了，再然后啥子原版嘛，然后就亚版、中版，啥子原版，啥子平缓，做两个平缓，这平缓。平缓是啥平缓的？啥子菜的话，就是下面我看我朋友一个，假设到那个啥子菜的，我下面去的话，7度路了。这里面要朋友一个，就是他啥子菜的，我下面去检查的话，啥子菜的话就是都7路了，再不菜的话不去。